來到閘門升級汽車鑰匙的時間，今天收到荃灣的粉絲發過來了一把豐田的老款車鑰匙過來閘門這邊升級，這個鑰匙是低配的，接下來閘門給他升級鑰匙的外觀、升級功能，粉絲也是嫌他這個鑰匙不好看，然後也是低配的，功能很少，接下來給他進行升級改裝，拆除鑰匙的外殼，取出鑰匙的芯片，然後恢復好老殼子。芯片放到固定台上，接上準備好的路線這邊升級。汽車鑰匙是不分車型的，不管你開的是什麼車，都可以進行升級改裝。主板焊接好了，拿出粉絲挑選好的液晶鑰匙，外觀再把主板裝到液晶鑰匙上面去。液晶鑰匙選配了一個刀鋒款的，裝上主板之後，一把全新的豐田車鑰匙就升級完成。屏幕可以操作，側面的物理按鍵也是可以同步操作的，可以兩用的。而且升級好的鑰匙會升級新的功能，有靠近車感應式車門自動解鎖，離開車感應式車門自動鎖車，可以預約後尾箱，可以備註車主電話，鎖車升窗，也可以連接手機，可以手機控車。老鑰匙沒有的新功能都會給你升級。現在鑰匙簡單升級完成，重新來檢測鑰匙的按鍵信號，信號一定要檢測，測試正常沒有問題之後，他們才可以放心的給粉絲發回去使用。